手，打愿感谢上帝。咱来串联今仔日的诗歌。相饮是对心对，主行其代志，万人也以最欢喜，愿对舞台出世，伊就守护无离。阮群做工无嫌劳苦，510首。所行的路，路不应该地主来行。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至圣天父，愿感谢你，受你引带，把你杀去，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报悔，大地水清。咱备办心，要开始今仔日的敬拜。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咱对咱的厝边隔壁讲，耶稣听你，我嘛听你。耶稣听你，我嘛听你。耶稣听你，我嘛听你。耶和华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那守约施慈爱的神。Amen。民众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古典跳舞，一切山瓜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
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将软弱变为刚强，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你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你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你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你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走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走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现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穿过惨淡里的浓眉，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现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走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现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现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末后的，现在今在永在的主，
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力量诚信，现在今在永在的君王，现在今在永在的君王，现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荣耀都归给他，现在尽在永在的君王耶稣基督，他配得所有的荣耀与赞美。再次开掌，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神。感谢主，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你的生命为我们而舍，你的爱就这样向我们显明了。主啊，如今我们不再在罪中活着，乃是你在我们生命中活着，一切都是主你宝贵的恩典。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相信我气馁，我生命我思辨，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点选我的转，经常爱你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相信我气馁，我生命我思辨，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点选我的转，经常爱你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点选我的转，经常爱你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点选我的转，经常爱你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舍去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主啊，当我们经验到你的爱的时候，就是沧海与桑田都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原来的样子，主那最单纯像小孩子的样子。你要我们脱去所有的装饰与虚假，主像小孩子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叫你一声阿爸父。主啊，主啊，求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带领我们。这时候，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成就你自己的旨意，医治我们的伤痛。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界有苦难，但主你已经胜了这世界。我们所有的伤痛、病痛、心里的痛苦，我们都要靠主你来得胜。主啊，在礼拜的开始，我们献上我们所有的敬拜、祷告与感谢，求主你来悦纳，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归给那爱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耶和华，你所做的哪会遐多？拢是你用智慧做成的，遍地满满你的富有。遐有海大搁阔，其中算袂了的动物，大细的活物拢有。耶和华。耶和华的阳光永远长地。耶和华为着伊所做的来欢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要来吟诗学了上帝，请掀开圣诗26首。请起立，吟全首。今日要吟的是但愿要感谢上帝。
请坐，请坐。这是咱备办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阿爸上帝啊，你是阮的王，阮要尊你做大，阮也要永远学罗你的圣名。今日主日礼拜，阮谦卑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你，求主你予阮智慧，领受你的话语。感谢主，这时阮要为着世界和平。也阁有国家来祈祷，恳求主你看顾拢总受造的人民，阮的国家拯救全世界脱离罪恶。求主你予国家的首长甲治理的官员，因有智慧、有公义来执政，予百姓有安定的生活。感谢主。主啊，阮也要为着即个屏幕的事来祈祷。阮恳求主你，予教会赶紧有一个牧者来带阮，做伙来敬拜主你。主啊，阮伫个也未屏幕着牧者的即段时间，阮求主你来保守看顾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搁较爱彼此相听，同心合一。来分担所有教会的事工，予教会大大复兴。求主你求主你，予长执以及所有的同工有智慧、有气力，为主做工，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予搁较侪人得到属灵的祝福。主啊，阮即时也要来求主你祝福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一家和谐，有主你的保守，有主你的看顾，互因得到真正的平安。感谢，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做伙来启用，伫迄个圣诗后壁面启用文40，启用文40。显着的兄弟，我来启，请恁做伙来用。我有看到主
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拉佛天使徛伫侍候。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坐声。有一个西拉佛天使飞徛来我遮，将炭按我的喙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坐声。这时圣歌队要来献诗，因所献的诗是听堂圣神，阮欢迎你。
这时，咱请起立，咱要来纪念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对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就会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兄弟，请坐。这时，咱要来共读上帝的话语，请恁掀开圣经《腓立比书》第1章第1节到第7节。今日有3位的圣经节，第二个是第2章。犹原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啊，搁一位的圣经是腓立比书第4章第2节到第3节。咱即时就来读第1章第1节到第7节。显着的兄弟，我来读，请恁做伙来看。第1节，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提摩太批寄予徛起腓立比，踮伫基督耶稣拢总的圣徒，甲遮的监督以及执事。第2节，愿恁对咱的天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平安。第3节，我竟有少年恁，就感谢我的上帝。第4节，逐摆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常常欢喜来祈祷。第5节，因为恁对头一日到担三甲有分治，兴起福音。第6节，我也深信起头最好的工，伫恁要正伊到伫耶稣基督的日。第7节，搁我为着恁众人有即号心志是合宜，因为恁常常伫我的心内，无论我伫体验中以及表明来坚固福音的时，恁众人甲我有份伫稳定。咱即时来看另外一位的圣经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第1节，所以若伫基督有甚物劝勉，还是甚物仁爱的安慰，还是有圣神甚物交通，还是有甚物慈悲怜悯。第2节，恁着互我欢喜充满，就是同心志、同仁爱、心神和合、心志专一。第3节，凡事袂得为着激动，还是为着空的阳光来做，独大家用谦逊的心，看别人较赢伫本身，
第4节，恁逐人袂得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第5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咱游完是过来看另外一节的圣经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2节甲第3节。第2节，我囥友仔嗲，搁囥顺督机，着同心伫主。搁真诶同伴，我也求恁来帮助即2个有灵人，因为因捌教我当出力伫福音，也甲吉利免以及其余甲我同着活的，因的名记伫活命的册以上。这是陈牧师要来讲道，伊讲道的题目是同心服侍。咱就将时间交予陈仪志牧师。咱三家头来祈祷，希望上帝，阮感谢你，伫阮要徛起伫世间的日子，阮会当每一日得到上帝你的恩赐甲固守，无论食清用，也是阮的心思意念，或者是阮的记忆。阮的未来，阮拢要仰望交托伫主你的圣手。主你嘛爱阮学习，袂记你过去，头前所查的表来跑走。有时阮会怀念，阮有时会坐做会埋怨，会想起欢喜的事，当然有时嘛会想起心内艰苦的事，这就是人的本性。保罗嘛捌讲，苦啊，我会做人，我所喜爱的好我无去做，所无爱歹反倒去做。求你脱离我这个会死的身躯，总是感谢上帝，通过各位的主。会当互阮脱离这一切的捆绑。主你爱阮伫罗州教会诚侪好的同工，阮教会到今年设教已经有152周年。遮尔久长的历史，的确嘛有侪起起落落，的确嘛有侪真请影，互阮感觉骄傲欢喜的时阵。总是的确嘛有经过分裂、冤家，也是有吵闹，或者是有意见无共的事。主无论怎样，这个拢正在过去的代志。我们向前来跑走，也要搁较要紧，你想出阮一个合伫你心意的心志，就是甲主同心。有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来服侍你，就是通过圣神，也通过上帝你家己的话，今仔日亲自对阮讲话，帮助阮兄弟姊妹用谦卑的心来受教，欢喜来听上帝你的声。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大家平安。咱甲咱边仔兄弟姊妹讲平安，互相有熟悉无？若无熟，爱问伊名吼。有时伫你的边仔，可能是你毋捌看过哦，也是讲知影人毋知影名，会袂？哦，有可能吼。好，咱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三甲有分。
诚做兄弟姊妹，对不对？伫罗州教会，你有爱罗州教会无？安那爱？用嘴讲啊，用行动啦，吼，是不是？好，无用生命哦，真好，真好。哦，这上直接啊，吼，牧师嘛真感谢上帝，互我伫退休了后，有机会吼，会当来到咱罗州教会做伙来服侍主啦，哦，我感谢上帝我虽然住伫五股，我嘛知咱有兄弟姊妹住伫五股有无？哦，甲我共区的举手者好，敢若毋拿啦吼，好。我知影有人徛在你倒位来？去五股咱个人倒去南口来咧。迄什么主人有嘛咧带敬拜咧？恁查囝是无？比如做恁查囝？毋是，我讲，嘛人我会记，我若要走，拢会共小可安尼了解一下啦吼。看你住伫倒位安尼吼。好，所以咱来自各所在啦，对不对？东南西北。咱来到罗州，一定有咱特别的感情，是不是呢？这152年来，咱的教会讲起来算嘛，历史悠久的教会有的较早来，像我拄则熟悉阿庆姐，因先是叫我听，恁第几代啊？5、6代到11代啊，第6代啊，应该有啊，为马街牧师就开始啊，敢若恁阿祖是无？嘛牧师阿公，你看牧师的后代啊，叫我遐阿公啦，这算蒙恩的家庭啦，好，所以无论是前来后到，我算后到的啦。后尾再来，顶年才开始来咱教会。不过咱无分彼此，对不对？今仔日牧师要用这个题目叫做“同心服侍”，足简单啊，对不对？一看就知影要讲啥。牧师就会当落台啊，对不对？同心就咱顶礼拜有同心团契啊，对吧？无咱会号这个名，同心团契会长伫倒位？黄叶姐，对不对？这应该由你来讲，我想对这个字面看就是同心嘛，别个讲啥，服侍咧，较简单。好来，我要问咱，是简单，毋过要做咧，无简单。老实讲，无容易啦。所以牧师要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心内无真侪的感触。咱知影，既然叫做教会，保罗的时代伊嘛有，伊出去3摆旅行，搁坐船哦。咱以前来讲做海外传道啦伊旅行报道。亲像马街嘛是坐船为加拿大，对不对？若马雅国是去英国，拢坐船，古早无飞机啦。坐偌久，3天3个月、3、4个月连嘞，迄是真长的时间啦。嘛毋是直接就来台湾，先去倒位？厦门、福建、厦门，去遐学咱的语言，厦门话。咱后来讲叫做河洛话，到台湾叫做台湾话，是不是呢？咱就讲台语，还是台语。好，不管怎样，就想要有好的语言，人讲会听有的，你来报道、来宣告。才有今仔日咱的教会。咱讲知影，即摆台湾拢总有几间教会。莫讲别个教派啦，别个教派可能讲袂出来。上大的教派倒一个教派，长老教会，
不一定哦。高雄长老讲朝会，毋是要升旗典礼迄个朝会哦吼，神朝会啦，以前叫做神朝会吼。因是真注重传福音的教会呢，或叫做聚会所啦吼。还有什么浸信会，还有什么灵粮堂还有什么圣公会咱知影吼。顶年伫仁爱国小咱罗州阁新分设一间教会呢，叫做什么教会？大喜乐教会。我顶礼拜甲高雄长老讲，迄是迄个五股教会一个蔡长老娘的后生，伊去读正道神学院，今年毕业，伊就先去开拓啊。伊嘛是差不多50几岁人啦，咧做消防的，毋过对传福音真有热心，因妈妈就即个蔡长老嘛，他80几岁啊，台南遐个人，叫因翁就搬来五股遮开业，也落地生根啦。毋过伊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讲伊讲因先生蔡长老本来想要去读神学院，毋过无完成，所以呢，无法度实现后来去做生理。伊就嘛讲，伊后生看会当来做这个传道的工作，无拍算，经过50几年，因囝有迄个感动，伊足欢喜的啦吼，所以就伫迄个所在设一个教会，家己出钱出力，大喜乐教会。我顶年嘛有去参加因迄个开幕的礼拜安尼吼，所以教会讲济也济，讲无济嘛无济啦。教会若要甲迄个庙比起来嘛有迄个大间甲细间的对不对？庙嘛大间细间有无？我较早捌伫太平间，我等下讲着我牧会过程啦简单讲者我捌伫太平间教会台南，捌听过无？捌吼，毋是太平间因为以前我伫遐牧会时，有一个回话讲，牧师，我有一摆我要来我来为北回来，火车头台南要车山嘛，讲我要来去太平间安尼啦出去啦，再去到国民路，台南有人有识无？台南国民路就是殡仪馆啦如果你来甲我再来遮，你毋是讲要来太平间？无啦，我要太平境太平境教会啦，还是较早的地号名什么境什么境安尼我会记阵我有一个长老，伊是做国中的校长。伊讲牧师，你知影无？恁牧师嘛分做大牧师甲小牧师啊。我讲我应该是个小牧师。伊讲无，你算大牧师。我安怎讲？你伫大间教会咧牧会所以叫做大牧师啊。伊讲是像阮做国中校长共款嘛迄个大校长甲小校长你知道？有几千人的学生，看遐做大学校啦，大学校，所以是大校长。像阮这国中无几百个，头200-300个迄个小，我嘛袂少比教会我侪人伊讲因也做小校长好，所以教会嘛真济毋过咧，教会有问题无？什么问题？人的问题好，当然嘛是人的问题较济若是讲教会设施啦、修理遐简单啦，对无？因为咱拢是人咱拢有咱的个性，咱拢有咱的脾气，咱嘛有咱的想法，所以你讲要当心讲较简单。甲阿某就好咱敢无一句俗语讲，教破3领棉照被，有无？在讲什么人？阿某嘛掠袂着我隔壁迄个人的心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无简单
人是上歹溜落的啦吼。少年人毋捌听过，慧文老师，什么叫溜落？啊，你应该听过吗？佳音更不用说了哈。佳音在哪里？跑掉了，明天要去美国了哈。哦，刚刚他是，很难搞哈，溜落哈。好，不过吼，咱知影伫保罗伊所开设一个教，比如讲有所，好无？菲律比、哥林多，哦，罗马伊是毋捌去过，伊想要去，哦，伊这个帖撒罗尼迦有无？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哇！伊写的批信内底，甲因批评甲无一块好啦，是毋是呢？哦，大家拢强调伊有偌温顺，哦，伊做偌好，毋可拢咧冤家相拍，嘛无讲相拍啦吼，意见真多啦，啊，拢家己骄傲批评，总是伫所有教会，互伊感觉上亲切、上欢喜、上感激、上懊恼。多间教会，罗州教会。可惜保罗已经无在咧，无世间啦吼。嘛伊会甲咱学乐啦，对无吼？我若是保罗吼，后摆我咧写着咱罗州教会的时阵，吼，我会写着咱安尼，伊是讲着菲律比教会啦，哦，有无？保罗安怎讲？伊讲我既有少年恁，就安那感谢我的上帝。逐摆为着恁众人祈祷时，常常欢喜来祈祷呢。伊毋是讲我拉目屎祈祷呢，有无？是欢喜来祈祷呢。因为啊啦，恁对头一日到今仔到当啦吼，三甲有分伫什么？兴起福音啦。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种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啦。阿免，无简单啦，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啦。用国语来讲是安尼，咱讲一遍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啦。有这款的心志，所以你啥对菲律比教会对伊开设到保罗写批互因的时，其实已经有相隔啦吼，10几年啊啦，表示已经到有一段历史啊。不过因会当持续对头一日开始，拢会当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心志，实在是真恶劣啊，难能可贵啦，吼。后来，咱知影吼，每一个团体拄啊开始成立的时，有无？拢是真有热情，是不是呢？请问咱同心团契成立几年啊？会长，有几年？很多年也是有几年啦。这考会长较准啦吼。你毋知我要甲你考试吼？这拢无讨好的哦吼。好来，知影人讲来，20年是吧？所以是2005年，那也还好啊。我俩这共好50几年了啊。哦，对，好，我们教会现在有哪些团契？讲出来。主学也算了哈，主学也算了。过来青少年团契。有的教会佫分开啊，有少年、青年，哦，还有社青，对不对？即摆是3个合作一个，3合1，好，过来同心啦，本来同心大概对象是几岁？中年人啦，差不多40岁以上，壮年，60岁以下，60岁以上，咱叫做
双年团契，不过无妇女团契嘛吼，以前应该有啦，有的吼，拢把团契已经转化这小组啦，也有这样的方式了吼。不管怎样，教会需要团契，不过我来调查，咱有几个人无参加团契来举手者？举一半就好，不要紧。好，情况下，安尼还好，不会很多了哈。为什么没有参加？没有时间？是讲无人甲你招？真的有当时咱无共邀请呢。刚来安尼会长交给你了所有的会长啦所有的会长还是咱的同工不过我要讲就讲，咱即马坐伫遮。教会嘛是一个团契，是不是？是不是？是啊，咱都是一个大的团契呢。什么叫做团契？伊也不叫可以努力啊。客来客去。什么叫做团契？这讲的个学问，佫真大就是一群组织的人，教会就是讲一群受呼召、组织做伙，要做啥？食饭、佚佗，来去爬山，袂歹啊！这嘛是应该做，你莫感觉安尼就做无熟练啦。牧师会讲这是正确。做伙啉食，有无？咱有做伙啉食无？有无？歹势应，应该大声嘞，有无？有，过来咧，有去佚佗无？有，一定按袂当培养感情，敢是？做来去 shopping 有无？有无？歹势讲，我咧讲，会晓做小姐 shopping， 迄就是好姊妹啊，好兄弟啊。是不是？即马有车展，咱来去看车展。你做大嘛是爱生活，你莫甲这个世间安尼脱离呢？用对咯，是不是？即马利用啥 AI？ 对不？什么叫做 AI？AI 对啊，咱咧对着时代呢。即马。政府咧注重什么？咱嘛爱了解长照有无？咱拢会老。教会嘛是爱甲这个社会结连做伙，莫脱节啦。所以有一个事工，咱需要去做，就需要咱真侪同工，就是咱的兄弟姊妹，无分彼此，咱做伙来安那。服侍，这就是服侍啦。当然我是要来服侍主啊，毋是要来服侍人啊。这礼拜三我有来甲咱代班带祈祷会，我嘛是讲，咱要听伫主的心上，就听教会啊，听上帝罗卜啊，就听遐姊妹弟兄弟的心上啊。这就是听主的表现啦，所以咱看去菲律宾教会，因会当维持迄个起初的同心实在是无容易呢。好，咱讲到同心，要哪同心？来，咱看一个圣经，我等下再讲我的牧会的分享来，阿摩司3章30来，两人若无同心，减会同行咧。两人咧指什么人？阿某就是两个人敢是？男女朋友咧，嘛是两个人两个姊妹咧，姊妹伴，嘛是两个人对不？两个人都袂当心何况三个人？咱定讲三个和尚挑水怎么样？为什么？三个人是打较济。安尼袂无水通啉，一人有讲一个，伊拢相体，对，
你看，你看啊，结果拢无人要看。好，来，我小来分享我的牧会，分享我已经退休啊啦，吼。做侪人看到我讲，哎哟，牧师你看，做少年就退休啊。我70啊呢，伊讲拢无事啊，我有年头长啊吼，啊袂看较老啊吼。本来我牧师叫我卖腻啊，后来伊看到我迄录影，讲啊，你还可以转去腻。啊无好看到我那一个老阿伯啊伫啊，阿公啊吼，为着形象啦吼，为着咱的镜头较水安尼吼。后来我1986年毕业，牧会拢总36年久，牧过7间教会，有这无？有哦，什还好，意思讲爱过我这人。咱这个台湾新南医即马有一个新的医领要就任嘛，叫做蔡维敏牧师。哦，咱应该捌听过，伊嘛我的亲戚，还叫我阿七。哦，我实在是辈分伤大啦吼。啊，伊的爸爸嘛是牧师，蔡文正牧师。哦，是我的表哥啦，阮阿姨的囝，姨丈的囝。伊嘛牧过7间教会，我所以看安尼时，我感觉较安慰啦吼。实在吼，牧师实在是，我嘛做爱讲安尼对头到尾，拢莫换教会，咪诚好。我都无可能啊！我定甲我牧师讲，牧师来来去去啦，牧师无经要去的位啦，你听无？上帝爱我去倒位，我就去。我爱听上帝呼召，袂使讲啊！我一定要踮伫遮。上帝啊讲，你著继续伫遮，好，我著听伊的声。我常常拢用即款的心来跟对主的脚步。所以我毕业了后，台湾新南医毕业，我著爱用派啊，团队拢用派。我派去新竹中会、龙潭教会，迄是一个课程。我应该有当时捌讲过吼。我简单讲，我伫遐2档尔。毋过我迄2档吼，学晓讲客话，无以前拢袂晓讲。伊讲嘛，家己探索啦，中间有学音无？叶先生吼，学音，那美人，你倒位人？去位姊妹？屏东，瑞普。做啊哈，工作啦吼，我连家会晓用客话讲道啦，安尼啊，还有简单无？无简单啦吼，好，因为迄是一个真侪族群的所在。你讲即摆嘛真老着，嘛是100几年，嘛是马街牧师家开拓的，伊较关西，然后伫龙潭好。2年后，我就去桃园嘉南教会，捌听过无？因迄是较年轻的教会，今年才60岁啊。所以有请我等于教会，我要去遐讲道啦吼。60周年11月，这应该是10月啦吼。11月要庆祝。我开始牧迄个去嘉南时，只有3年是做团队的牧会。团队就是讲有2个牧师以上啦，我哩做有3个牧师，我做音乐、教育、甲青年，迄阵30几岁啊，够少年的啦，还有活力，所以我伫遐就成立社青团契，过来指挥献歌队，舞蹈团契的诗班，搁中会合唱团嘛，拢我咧指挥，我牧师就做我的伴奏安尼啦吼，遐人才也诚侪。毋然安尼，我嘛真爱耍，佮成立垒球队，我兼做投手，慢速垒球啦吼，迄诚侪回忆啦吼。3年了后，较紧就讲换，当然迄内容我就莫阁讲啊，有一定真侪原因嘛吼。我来去台北的第一教会。
分析的第3礼拜长，第一教会分做三间教会，后来我就甲改名叫做永青教会，捌听过无？即摆嘛是真有名呢伫迄个中心花园遐，所以阮甲伊号，即摆刷走嘛是用永青教会，我伫遐差不多7年久，了后我就去台南太平间教会是1997年啦哇！迄是一个台湾第一间的教会，马雅国医师开设的，来台湾。通讲是头一个教会啦。我嘛是去做人的副牧。我的主任牧师叫做戴雄德牧师，伊对加拿大回来，伊都差不多3、4年前就来找我，讲我刚回友就3、4摆。刚应付宋医师都应付袂了，你紧来帮衬我啦！马其顿的呼声啦，毋帮我煞呢。3年前来找我，3年后讲我3年前甲你讲啊，你有咧考虑无？我你毋是已经找着人，无咧等你啊。我只好就落啊，祈祷了就带囡仔规全家也7人久，伫遐互我有真大发挥。迄会比咱坐咧2、3倍啦，人才也真多。我伫遐发挥我的音乐的文书，我成立一个乐团，简单的乐团阮就到处去音乐报道，带音乐的礼拜，我分萨克斯风，还有 keyboard， 有 bass， 有拍鼓，后来佫有增加人员入来。嘛真侪真好的回忆，我嘛去做家播就去家做教会师。好，较要紧是讲，我伫遐有伫迦南的时，我学习诚侪，包括小组、三福个人担当，所以后来我伫三福个人担当，我有真大的学习，甚至佫出国去到总部去摕到迄个资格呢教师的资格。太平间了后，就高雄新兴就来找我，我就无去遐试讲咱后礼拜有一个牧师要来试讲阮无叫我试讲，就直接感选安尼啦。安尼感选了，我再去甲大家熟悉安尼啦。迄伫新年教会嘛是足大型的教会伫足老一个所在好，新兴教会差不多伫遐有6年久，了后因为有这个因素啦我倒转台北中兴教会，中兴大学迄边毋是咱台北中这个中兴中兴教会，伫遐嘛差不多7年久，了后最后我来到伫双园教会，咱台北中会。好，安尼拢总有36年久啦。这间教会，我有经历到迄个酸咸苦涩，当然嘛有甜啦，足疼我。到即马我足少人，我拢顾咧联络。不过就是讲，以前我有一个老师叫吴木生牧师，伊咧教阮牧会学时，教阮讲一项词，伊讲你将来你去牧会时，牧者甲信徒只有迄个牧者甲友群的关系，无可能叫做朋友的关系我听讲哪会知安遮无情，敢有影？叫后来发现讲，敢若有影呢？因为有当时请你来的中心还是会友，咱知影拢方向是长老啦。要叫你走的嘛是这一个人。我想着讲耶稣嘛是安尼伊要入去耶路撒冷的时有何山啊何山啊！我结果到伫迄个公堂的时阵，我甲伊顶入去，共我迄阵人。安尼因为有当伊对牧师有期待，结果咧，我牧师嘛是安尼，
牧师你个领真水的写礼呢，我拢做无钱工的呢，对不对？牧师遮轻松，对不对？一礼拜才讲几讲，让安尼算的啦哈。我甚至拢过你，我嘛捌拄着听到讲，牧师你做好工的，你一个月领10几万吼。我哈，阁有遐济，有我算互你看。包括你的写礼以外，阁。买莫讲啦厝啦，互你住免钱的。迄台北市呢，这黄金地区呢，安尼讲你就知影免算到的吼。阁来个教育费，子女教育费，阁一年阁10几个月，哇，安罐罐的，我无10几万，有啦，安尼有啦吼。水电阁拢教育费安尼。阮上班的哪走好康有无？我想讲，毋是所有教育拢安尼吗？来，当工会计较的时阵，就咧表示啥物无同心啊啦。虽然对我讲就讲，两人若无同心，要来同行，啥物都同心。而咱的台语有时安尼翻译叫做三角有分啦。若伫伊的。咱若 Google 去看伊含义叫做相通、相通、同享、参与，也是叫什么合伙 partner。你知道？咱常常有一句讲，好朋友无一定当成做好的 partner。你要相信无？我甲你袂歹啊，无咱来做伙做事业。无，你来咱来做个投资，有当时是安那，足好的朋友呢。你若做要同伙合伙，能够让避免。牧师嘛共款呢，你想讲咱都拢个性无咱来做伙团队牧会有无？一定要找甲你会合的人。我当时嘛叫人找去，讲我袂歹啊，少年啊，好用啊，阁俗啊。搁奶草结果咧，因为我想好，万度，安尼去互伊排斥啊。我拍落来天头，你来甲阮分享，安尼讲即款话咧。我后来读博士班的时阵，我有写论文，就写到这啦。我意思讲，要合伙无法简单。为你要教会信徒，因会当同心实际的参与啦。毋是少数人的热情，嘛毋是讲一个人的表演，伊是全体总动员呢，整体合作，长期甲保罗做传福音的同伴，做伙得到稳定，做伙劳苦，分享迄个快乐。我有一摆有一个电视的记者，来采访一个卡球队，美式足球啦，因得了总冠军啦。记者就问这个总教练讲：恁会当安尼得了全胜秘诀伫倒位？什么人是主要的功劳者？这个教练安回答：伊讲我毋是靠个人英勇，我无迄个英雄球员，我是沉着尽力迎战我无骗我一寡人，我是发挥高度的团队精神，才通得到胜利啦。你了解无？我是所有的球赛拢安尼呢。我真爱看棒球，毋知恁爱看。棒球咧强调嘛是啥物？团队啊！我还记几日前迄个我算兄弟相面啦我拢会注意中信兄，即摆叫做中信兄弟啦有一个投手有无？湖人诶，迄外籍，也是德保拉，伊结无三局，因就落雨嘛，停诚久。后来伊佫起来已经蛮累啊，就去人讲安打，哇！第几啊分就输去啊！第三，黄建民教练就起来，
出来吼。伊要甲伊讲话啊，求头吼，杀了就下场啊！拢无甲教练讲啊，我人无爽快是不安怎？不玩了，安尼啦，所以你知影咧，总教练歹讲，迄是日本人。伊讲吼，就算你足够拍、足够手，毋过你若无有迄种无迄个团队的精神，我就甲你换掉，我就随时甲你换掉。毋好想讲啊，无你袂使哩，你了解？教还毋就教个啦，球队无你袂使。我嘛照常会赢，我是靠着团队的精神啦。所以咱知影，菲律宾教会训导，毋那是彼此同心，佫会当做保罗传福音的同工，同心配搭。所以保罗劝勉讲，你着爱意念相同，听心相同，有共款的心思，有共款的意念，安尼才会当互伊的喜乐得到满足啦。其实咱知影吼，一间教会无可能完美的教会啦，因嘛是有一寡无同心的，因嘛有一寡无共款意见，也是摩擦的事会发生。比如讲，伫第4章20，咱拄啊读圣经，伊讲我劝犹阿爹甲顺道基，恁着伫主的内面安那同心，即两个是姊妹啦。我嘛求你真实共担一个担，帮助即两个妇人人，即两个姊妹，互因伫福音顶面，甲我会当做伙劳苦，还佫有啥物人激里面，佫有其他的，甲我做伙同工的，因的名拢记伫活命册。后来保罗就是看见因无同心嘛，所以才会劝勉我咧伫主的内面来同心嘛。就算有误会有摩擦，毋过咱为着兴旺福音的缘故，咱着同事是要得到主的欢喜，伫主的听中间彼此包容饶恕。你着谦卑，保罗讲着看别人比家己安那较强较好，安尼就会当有能力见证福音，才会当得到讲传嘛。有一间较庄脚的教会牧师甲伊嘛是真好的朋友厝边一摆牧师阿婆啊，你有时间就来阮教会做礼拜，我则歹去咧。伊讲为虾米？你行落来就到啊。我定听到恁咧吵吵闹闹有影无？有啊，礼拜日下晡啊，你毋是敢若咧开会时会看拢大声细声，敢若咧冤家咧。你哪有啥物？去遐拢听到恁咧冤家骂，无啊，牧师就开始自我反省啦。你知道？有影开会时咱拢会有意见嘛，对无？因咧增加所在嘛，迄声音拢会传出去隔墙啦，有耳。所以咱咧冤家有当时啦，隔壁拢听呢。我想恁翁仔某嘛共款啦。有当冤家就讲较细声咧，冤家讲可能较细声，不可能啦，对无？冤家拢无好话啦。好，所以咱去看，这个腓立比第2章19节到30节，保罗嘛有伊无同心的这个同工啦，就是迄个什么人，以巴弗提，因为这圣经较长，我都无读当保罗互关伫家的时，保罗嘛去又讲我有体力有无？就是用关掉咧，有就看到因，伊真少年，腓立比教会，所以特别派提摩太去甲腓立比去递请安。总是伊嘛烦恼讲教会是毋是会当接纳即个年轻无经验的少年的传道提摩太，有无？嘛替伊写批信甲伊
底者。另外，保罗嘛感谢教会，因为推派这个以巴弗提来到加勒来服侍保罗。这伫当时罗马的加勒会当安尼哦，伊有罗马公民的身份。那无咱台湾哪有讲？我比如讲，即摆柯文哲看守所，你讲会当派人去甲服侍？无啦，无可能啦。毋过当时会使呢，伊派即个以巴弗提去加勒要服侍保罗。真意外就是讲，我要甲服侍的人结果伊大破病啦，人难免会破病啊，所以刷电倒病，换保罗安那来照顾伊，安尼，加早又好起来嘛，借着这个信，希望教会当谅解以巴弗提啦。因为想讲，要叫你去甲服侍保罗，电到你去用服侍。所以对这段经文咱能看出讲，这是一幅真水的图，和谐同工的形象，甲和谐相处的秘诀，咱要讲这叫做真正的同心服侍啦。好来，接来我要来讲，要怎样同心服侍？4项。头项，鼓励你的同工，来，咱做讲来。鼓励你的同工，人拢欠鼓励啦，真困难。保罗成功绝对毋偶然啦，咱知伊做代志真认真啊，伊真晓观察，伊公开讹了这两个同工，比如讲提摩太，有无？以巴弗提，伊要互知影讲，人因拢真优秀，虽然少年，你若是这两个人。保罗甲你公开讹了，你心内安怎想？真欢喜对无？受到保罗，我的前辈甲我讹了，你一定搁较忠心，搁较努力。我相信因一定嘛安那，因为得到鼓励，就搁较拍拼。所以这两同工，讲袂无缺点，当然有啊，有因想无到的所在啊。但是保罗知影要安怎发现，佮欣赏因的优点。公开甲因两个人鼓励啦，过去我咧带三福的事工的时，我拢会讲三句标语啦、口号啦，我想这嘛当应用伫咱所有服侍中间。因为有当时传福音，有人会决志，我转来就爱来做汇报，头前就爱讲哈利路亚，今仔日阮去甲什么人，几个人传福音，几个人决志，哈利路亚。所以咧，阮这三句标语就是讲，第一项荣光归上帝，咱做讲来，荣光归上帝；第二项功劳归同工。毋是我，虽然讲我讲的，我甲伊传福音的，伊有决志，毋过我相信这嘛是真正有人已经甲伊验证了。嘛爱靠这同工替我祈祷，所以功劳安那归同工，毋是我熬啦。荣光拢归互上帝，功劳安那归互同工，最后喜乐归互家己，来喜乐归互家己。我想这三个原则，这三个标语口号，拢会当应用任何的服侍啦。但是咱会发现，人常常会怨妒，会袂嫉妒，怨妒常常会消灭人。要讲恶乐迄个意念甲行为啦，做父母的人，敢袂怨妒你的囝儿比你较后？会啊袂？想讲袂，嘛是有啊，嘛是会啊。阮囝仔变较后，较少啦，嘛是会啦所以我要讲你讲。父母应该袂怨妒儿女的成就，反倒会感觉真公平，对无？无别项，因为伊有疼伊。你若有疼，有迄个心性，你就无怨妒即款的意念啦。所以人最大的乱就就是毋知影较快乐的人啥较快乐，对无？当你听到别人讲恶乐的时，你心内安怎想？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对吧？颁奖典礼时，前面拢有咧奏乐，咱就下骹咧唱，
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哎，对，以前你讲那个，那个酸葡萄啦，吃葡萄说葡萄酸，人拢会讲怨报嘛，对不对？过来，佫不要讲俄勒，吝于赞美，无讲俄勒别，佫讲安那批评，甚至啊破湖水。抹黑啦，无影的代志，甲讲到有影呢，你听无？破坏啊，大家当心迄款的意愿嘛。所以这叫做无好的批评，嘛是为了批评来批评，为了反对来反对。但是鼓励人，咱绝对毋是表面的，你要安那爱真诚，爱有事实，你再来学乐。后来，这是第样，多鼓励同工。鼓励就是要欣赏，爱讲真实的对心来会学乐来，我相信安尼会促进咱更加动心啦。第二样，尊重同工，咱做讲来尊重同工，来对传福音事工来讲，保罗、提摩太拢是传教者，对无？拢是主的奴仆。不过提摩太，伊是对保罗真尊敬亲像对老爸、父慈辈啦，安尼来尊敬保罗。伫教会伫社会中间，值得咱思考的是，咱甲长辈同工要安怎做伙？咱一定有比咱较济伙，咱要安怎尊敬伊，对不对？咱爱特别尊敬遐伫工作上，好像就是，甲咱平行，我偏偏拢做长老，还是拢做技术，毋过伊比我较济伙咱爱安那有迄个辈分啦，也像甲即份无平等的有的老师写配合学生，人伊嘛写讲弟某某名某某人，叫学生甲回配讲某某弟你好，迄是老师的一个谦卑啦。伊甲回老师讲，于是弟你好，叫做无伦理啦。迄是老师的一个谦卑，佫照安尼甲回安尼这叫做无伦理啦。所以年轻无代表幼稚，年老嘛无代表成熟。咱定讲，我食过盐比你食过米较济，我行过桥比你行过路较长，拢毋是在你家己有努力无？年长的嘛爱尊重年轻的，甲因爱护，甲因支持，甲因帮赞。另外就是讲，温数较侪人，最大危机就讲，拢会complain呢，你拢对袂着我的进度，对无？对别人都失望，你拢对袂着我的骹步。伫当讲的时有当怪我，你若遮戆啦，拢听无我咧讲啥，会无？拢了做家己讲得对，袂反省，我哪会遮戆？哪会拢袂晓表达？我让别人听无？是毋是呢？所以一个看别人看点的人，伊就安那会骄傲。恁拢含慢啦。毋过若要反省家己看点的人，伊就安那会谦卑啦，这叫做尊重。第三，了解同工。咱发现保罗毋若知影即两个同工，因的起居习惯，有无？因兴趣什么？因的心思意念、想法，拢真清楚了解。人甲人中间若无了解，就无有关怀啦，就平行线啦，就无实际行动甲支持。咱定讲你无了解我啦，这是一般沟通的中间上好的克服的脱碍。去了解同工的想法，就是同理心，看法立场是同心服侍的条件。基督徒爱学遐无将家己的想法要套伫别人的身上。去判断人，毋通用讲，我看出你的意思一定是什么，毋是呢？你要去沟通，去了解，最后叫做辅助同工啦。你看保罗甲提摩太迄个关系，
毋但是有形直接支持合作。伊为着要互提摩太诚侪更较好诶工人写2张被，有无？互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有无？甲伊讲要安怎牧会方法，应该有诶原则，应该有诶态度。所以保罗是一个会晓训练栽培同工诶人啦。后来思想更较强诶人，伊软弱一面。更较牛的人嘛，需要别人帮衬，也是。有啊，咱看去，约书亚带以色列人甲亚玛力人交战，什么人伫山顶咧祈祷？摩西呢？摩西亚手的时，以色列人就赢，但是手会酸，手放的约书亚带军队就输去，所以到尾什么人甲伊辅助？阿伦甲互你有无？甲伊双手摕掉咧，持续祈祷最后完全的得胜。有影？保罗不是摩西祈祷虽然有能力，毋过依然需要有人爱甲伊安那辅助啊，那无咱会软弱啊。所以咱的软弱当中需要帮衬，刚强的人更较需要。必然知影，咱若要成就上帝的事工。并毋是讲是我个人的能力，是我的熬，拢毋是，乃是咱彼此帮衬，甲上帝人民的帮衬。彼此帮衬咱，互咱罗州教会成做一个真正会当同心服侍教会。咱三家头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互阮通过你的话。特别保罗所写腓立比的教会，伊所欣赏俄勒的教会，互阮学习要怎样，成做一个会当同心服侍教会，就是会晓甲人称赞、鼓励，会晓尊重，搁较会晓来了解，上重要就会晓来帮衬阮的同工。互阮成做一个好的团队，无有个人英雄的主义，就是阮要甲主同心，甲主同工。愿你祝福阮罗州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祝福阮所有的团契，拢成做同心的团契，同心服侍的教会，直到主你过来时。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真感谢牧师的信息的分享。这时咱要来吟回应诗，请掀开圣诗510首。510首，温群做工无嫌劳苦，请兄弟起立吟全首。
披情人的主怜困困做工着真困，工着完成就地事务，教主过来高山行道，真理的光也是安乐。今这听者，这是咱陪伴心来奉献，请书言的这书来指献。这时，咱要来念金句，请看这个酒报下面的台语，咱来甲念2遍，请。恁着互我的欢喜充满，就是当心志，当仁爱，心神和合，心志专一。恁着互我欢喜充满，就是当心志。当仁爱，心神和合，心志专一。腓立比书第2章第2节。这时咱要来消息报告。咱遮有一张新的朋友，叫做郑素电素珠，电素珠姊妹，请你起立。阮欢迎你哈！你有受洗袂？有。啊，你本来伫倒位的教会？我看觅。好，七堵堂。好好，儿子是牧师诶。好，真好，牧师妈，欢迎你来哦。啊，好，上帝祝福你哦。好。这是咱来消息的报告。第1，6月2日下主日，罗州教会设教152年周年纪念，感念信仰前辈，因伫咧宣教面顶有贡献，请陪伴心做各人的感恩奉献，回应上帝的听。
第二，6月22日下主日，华语堂礼拜后12:15要召开信务小组的座谈会。咱要甲即个杨国威牧师互相交流，意见沟通。聘务小组成员、现任的长老执事甲各团契首长，要备办心来踊跃来出席。第三，健康讲座6月22日下主日上午10:30到11:30，有中医的三伏贴介绍，甲即个三高的运用。马街病院黄国轩医师要来主讲，欢迎邀请亲戚朋友，厝边头尾来参加。第四，社区妇女的合唱团第7期要来招生，每礼拜二下晡2:20到2:30，费用一期12摆500块。课程内容，发声练习基础的乐理，歌唱的技巧。指导老师是李月玲老师，是东吴大学音乐系毕业，国中音乐老师退休。欢迎邀请社区爱唱歌的妇女参加，作为福音的途径。报名要报名的人，请即个李芳叶姐妹是咱同心团契的会长，望大家有兴趣的进来参加。第五，礼拜后1楼联谊厅的沙发区有新人招待，请同工协助引带新人就座，请其他的兄弟爱让位。第六，每礼拜三8点读经班，请大家踊跃来参加。第七，会计报告，请恁家己来自己来过目。团契消息，同心团契今日台语堂结束了后，伫咧教会1楼举行同心祈祷会，欢迎兄弟做伙来祈祷。有需要祈祷兄弟，恁嘛会当直接去参加即个同心团契因的祈祷会。望大家，如果恁有需要祈祷，恁就会当主动去参加。青少年团契伫咧6月28拜六暗时7点半，要举办迎新会，欢迎国小毕业生甲家长，或者是国中青少年甲家长参加。第三，暑期儿童营7月12到13。拜六礼拜上午9点到下晡4点，要招考的学生是40名，升小1、升小6的学童，活动内容丰富有趣，培养学童正向的品格。报名，请主日学的老师，有开放网络的报名。基体相通，请大家来过目。咱每一工，咱拢真需要抽一寡时间来为遮的兄弟有需要的兄弟来祈祷。望大家豆豆仔看，咱每一工都抽一寡时间来为遮来祈祷。消息报告到遮，咱即时咱即时来吟尾变诗，请起立。开圣诗395首，吟诗煞，咱要请咱这个陈牧师来祝祷。圣天父，愿感谢你，受你引带。
像咱三个人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恁大家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的教应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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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别得避讳。你若真需要祈祷的，请去参加这个同心团契因的祈祷会。或者是你有朋友有需要祈祷的，请你嘛提名来祈祷。